喂。台北市积水，你不会出席参会吧？小英，他本人出席参会，没有去救灾什么的。那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最好的团队，就照 SOP 走，下雨多少启动。我倒讲哦，我们这个我也知道哦，这个叫救灾政治学，就是，但是我以前在台大当老师的时候。我很不喜欢哦，跟我的学生在开导的时候站在他后面看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照 SOP 走嘛，我们当主管的是指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主管？老实讲，如果我们这种台北市强将，第一个要坐镇在那个是消防局局长是在紧急应变中心，他是坐镇，那上面有那个我们5级长官有排班，有6人在排班。尤其我们要强调是制度，但是说每次让你觉得有可能会那个市长24小时都蹲在那里，不可能嘛？所以我倒觉得这种，我很不喜欢这个叫救灾政治学哈。我是慢慢被训练到说好吧，就是从属你知道吗？但是在我心里面想的说，其实文明的国家你知道吗？应该还是。制度姚地明批你说是忘恩负义，因为2014年白色力量这个口号还是蔡英文帮你想，蔡正宜的幕僚想，这句话你认同接受吗？是这样的哦，2014年的台北市的选举如果民进党打得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不会让我选，所以他也是按照他当时他们的最佳的利益去决定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柯德这个家伙，你知道吗？不太听话，那也不是完全照他们的意思。不过是这样的哦，我本来就不是政治人物，坦白讲哦，当台北市长对我来讲还是个意外。本来是好好在台大当医生，因缘际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还是那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白绿分手，也不是说人家批评你就一定是你的敌人。坦白讲，有时候还是要反省检讨，包括这前瞻计划怎么看都不对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台湾这种分成蓝绿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你们不是跟我同一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多这种小动作很多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相信过去20年来，尤其从1996年以后，就开始在2000年到现在，整整大概20年，大概台湾的政坛都是这样。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。那所以像姚立明的那些批评。其实要说忘恩负义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也反省我这几天有时候讲话太凶了。我昨天回去都说，我明天不要再骂人了。你说姚立明说讲到忘恩负义那4个字，我就实在是差点就，我要克制自己了。欢迎你们想讲什么？所以想讲什么？日常是这样的，修妈不，我妈妈每次都跟我说，修妈不好为的。你骂人，你知道？你骂人，自己骂人的自己都忘掉，都被你骂的话20年都没忘掉，所以，唉。